他特别在昨天晚上来到我们圣歌队当中给我们做指导哈。他很称赞说我们的圣歌队很棒，那经过他指导更棒了哈。他很忙哈，特别来到我们当中帮我们指导，我们谢谢他。我们教会的音乐人才是很多，但是当指挥的博士就不简单哈。他特别回来到我们台湾，他是拿来教会出身的哦。我们常常去拿来，对不对？林子内教会他南北各地去指导圣歌队，指导很多合唱团哈。我们借由他的指导，我们能更加提升我们圣歌队服事的品质，当然是为了要荣耀神哈。他们早上第一堂已经服事过，现在又第二堂，所以他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就要先离开，有的要服事了哈。我们再一次谢谢李建业博士跟我们圣歌队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回座哈休息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。